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0日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英。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17个人的登山队去爬基南山，结果一个人被喘气佮死亡，其他10个人是由空勤直升机出动3架厝，全部甲救落山。台北马来西亚学生的命案被告陈碧安，被法官认定符合自首的要件，落尾经一审是改判18档10个月。台中3岁囡仔渡水死亡的案件，甲急救的人是透过 App 去到迄个所在。消防局表示，无法度判断这个人到底敢有技巧的身份。先来关心的是，有一个17个人的登山队，伫3月19对基内山的这个登山口入去了后，3月17就通报有一个人失联。这消防局找到这个人的时阵，已经是未喘气，而且也失去性命的现象。也那其他的人是因为落大雪，结果全部掉伫山林。空勤直升机出动3架厝，甲村的16个人全部拢救落山。现在我们同仁在上面当举步维艰了哈，因为山上积雪大家都30公分，所以背了20-30公斤的装备，然后再走这个白雪皑皑的山路哈，所以非常的危险。花莲消防局是表示讲，这村的16个人即马拢已经救落山，也那这过往的登山客是由消防局的人员去到事发地点来调查。目前知影的是，这直升机救援的地点是离发生事故的所在，也阁需要1点钟的路程。另外，咱要来关心的就是2022年的10月，台北市士林区发生马来西亚查某大学生的命案。这个被告陈碧安是因为钱项的问题，甲来台湾读册的学生甲电死。法院1审甲2审拢甲判无期徒刑。这个案件是互最高法院甲退回，高等法院经1审落尾是认定被告有符合自首的要件，所以来改判18档10个月。对判决有信心吗？在案的陈碧安亲身到庭听审判，当日判的官司就是2年外进前犯下的马来西亚女大学生的命案，因为金钱的纠纷，在台北士林区杀害来台湾读册4撮的学生，1审2审拢判无期徒刑。不过高等法院经1审20改判18年10个月。判决的结果并盘，一个关键的理由就是规个案件互合议庭认定做符合自首的要件，所以得到减刑。陈碧安听到宣判了后，更加是伫法庭双手合掌，真侪个点头，所以感谢。本案被告在远景不知其在被害人租屋处犯案之际，即对这个远景坦诚杀人的事实，且被告在侦查以及2审审理时均坦诚犯罪，表现出面对司法裁判的态度。因此，本院合议庭认为本案可依自首的规定予减刑。其实过去的审理拢有针对自首的要件做相关的讨论，不过落尾拢认定无真心悔改，无要予伊减刑。被害家属律师更加伫法庭顶面愤怒批评讲，被告的所作所为就是挑工杀人，双方并无和解，要求判死刑。这个判决算是大减少刑期。他确实是真的在没有发现之前他就已经自首了，跟那个司法院提出的那个量刑系统表比较起来，稍微还是比较偏重。经1审的宣判结果，各界有无共的看法？不过专案有缘会当上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3岁囡仔伫液池渡水死亡的案件，即马互人发现讲，甲急救的人毋是消防人员，而且嘛无救护员的证照。其实根据了解呢，这个男性伊的证照是还未经过审查，伊家己是透过 App 知影讲遐有人需要急救，才会去到迄个所在。因那消防局是表示讲，其实现场并无办法来判断这个查甫人到底敢有技巧的身份。一个3岁囡仔伫厝内一直生水，食水无喘气心跳。一个金头毛的查甫人进来协助做 CPR 急救。不过伊本身毋是消防的救护员，嘛毋是义消，只是一个透过听见 AET 的手机软体赶来支援的热心民众。加上质疑讲救援过程有疏失，软体平台发布声明讲，这个民众无经过身份审查，已经撤销伊的会员身份。
消防局嘛，搁再出面说明，讲虽然紧急救护法内底有规定，无救护技术员的身份，袂使用救护技术员的名称。不过目前 EMT 的人员穿的甲嘛，唔是正式的制服，实在是真恶认定讲，敢有违反法规。我们是查证过，他不是我们义消。至于他有没有假冒这部分，因为我们没有亲口听到他说他是义消，所以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也不会去说查他说是不是假义消这部分。一般民众都可以加入，然后审核部分是由他们听见 AED 他们那部分去审核。消防局的声明阁指出，因为当时咧急救已经有打 AED 的设备，民众 CPR 饲伫咧白鸭骨较下骹的所在有下 CPR 的动作完整。不过，若根据家属提供的影片，急救当下并无看到有打 AED 的设备，双方的说法无同。消防局是强调，当下 CPR 饲的所在，就是伫合理的所在，才会无甲要求要换人做。边仔嘛有专业的人员咧指导。本局消防人员到场后，该名热心民众已在现场。我们认为，正因为有这名民众的一个胸部按压的协助，因此呢，我们的消防人员才能在同时间来进行身体的擦拭。目前家属也无进一步的回应，消防局表示，针对这民众的身份，嘛会搁再详细来确认，嘛真支持民众愿意来协助救人。不过，若针对这事件，嘛真恶认定讲是急救不当，才会造成不幸。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花莲市一间高中昨发生校外人士呢，因为甲学生冤家，结果压倒撞入去校园的事件。加在这学校的老师呢，是有随甲压制好掉咧。啊，那警方也赶到现场，甲伊带走。这校园安全是引起真大的关注。有一个穿普色衫的查甫人走入去学校内底，因为甲学生起冤家，看这个办事可能会起卡动手，老师烦恼会发生暴力的事件，所以甲伊压伫涂骹，而且伫伊的分数顶敲出几支刀啊。他进到校园的时候，他就是有先对我们楼上的学生可能有一些谩骂，然后还有把水沟盖，然后直接砸到地上。然后在他身上是不是有搜出什么东西？对，在他身上有搜出一些美工刀啊、剪刀、一些器械。这件校外人士举刀入去学校的事件，发生伫19下晡4点，学校的棒球队伫运动场训练的时阵。这个查甫人甲学生起冤家，然后这个查甫人去找棒球队的教练，佮甲刀仔举出来，讲刀仔喊伊一个公道，后来煞直接走入去学校内底。疑似先前与该校学生有纠纷，便进入学校操场意图滋事。警方到场时，男子已被学校老师控制，并在男子身上起获小刀及剪刀等证物，所幸现场无人受伤。全案依恐吓公众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学校表示，因为因学校无运动场，长期以来拢是甲民众共同使用公有的运动空间，所以现在会有校外人士伫遮活动，嘛甲学生会有接触。目前发生冲突的原因还在调查，不过已经要求学生，若是发生纠纷的时阵，应该要赶紧通报老师，避免冲突扩大。公司新闻花莲报道。这电钱到底是要起还是唔起咧？咱的经济部长郭智辉是讲，这是一定爱做的代志。要若要起，到底是要起偌济？郭智辉是讲是袂亲像韩国起遐尔济。要若经济部是会伫电钱甲控制物价之间来找出一个较适合的方式。调整电价应该是势在必行，调整的幅度到什么程度，这个可能还要经过再更详细的讨论嘛，部长，您同意我的看法吗？完全同意。经济部会伫月底召开电钱汇率审议会，电钱敢要起价？经济部长郭智辉透早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时讲到，同意起电价是一定会行的。我们应该是不用涨那么高了哈。我们当然刚才委员所关心的这个 CPI 的部分，它电价的调整多少会影响的这个影响因素。所以我们会想办法。另外，郭智辉也强调，经过评估，菲律宾的正电是会使的，目前成本5块半。不过，经过评估，日本的厂商年底就会使做到10枚都能柜，成本是剩1.25块。停掉核电，对不对？核电核1、核2、核3，一年大概就都花了1000亿啊。它占的我们的比例并不高，那它的运转是不是让我们台电可以赚钱？我想我们这个还要再评估一下。各界提出办法救台电，核小的董事长董子贤是伫19提出讲，若使用核电，当年会使替台电省上千亿。对此，经济部是表示，若准立法院通过核管法来修改，经济部甲台电会按照法令来执行。
公司新闻采访报道。4月初日开始，在美国就要全面来实施新关税的政策啊。咱的财政部长曾翠云是表示讲，针对伫个美国进出口的货物，咱即马已经甲应对的方案上好，即马细节是要搁咧调整。另外，针对敢会来普发现金咧，这曾翠云是表示讲，发现金无应该变作是常态。这税收若准有较侪，就会减少国家的贷款，先甲个债务甲现行咧，以整体发展为主。因为美国要伫4月初日全面扣对等的关税，不过相关的实施细节拢还未对外公布。有立委就关注到，财政部敢有做好准备来应用美国新的关税措施，有啥物项目会受到影响？我们有盘整过，有统计过，有讨论过吗？我们当然有盘点。另外，对于我们出口到美国的主要的产品以及它的金额，我们都有做盘点。对于各种的方案，我们都在因应中。财政部长曾翠云强调讲，虽然伊无去美国沟通关税，不过财政部已经做好盘点来应对。另外，有关到刑税互人民的议题，财政部长曾翠云搁再强调，普发现金无适合常态化，政府收的每一銭拢是依法定收，无超顶的问题。若准税收是比预期好，应该优先减少机制。财政部是不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呐？不甩卓院长的看法。对于我们的税课收入优于预期，那我们第一个当然是要减少举债，然后增加还债，剩下的会到税基剩余去。变数这么多的情况底下，可以拿去发现金吗？剩下到税基剩余要怎么样运用？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的财政稳健，还有保有财政的韧性。那它在运用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国家长远整体的发展。另外，针对要上路的租厝抵税的新制，之前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到，有超过5成税厝的人，因为考虑到厝头家无法度使用租金来抵税。财政部长曾翠云也承诺讲，会加强宣导，也研议规划申诉专线，加强稽查，避免厝头家偷漏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这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德是因为政治献金，也阁有经花城案，即马犹阁咧羁押，预计伫今仔日下晡3点40分的时阵，就会来开庭。监察院是认定伊违反政治献金法，所以甲罚374万，而且阁没入5500多万。这边也立委黄珊珊是认为讲，监察院这款动作就是乌白加安罪名，强调一定会依法来提出救济。也那立言是呼吁这民众党唔通扣分，甲即口气出伫个预算案顶头。监察院认定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伫2024总统选举有政治献金申报不实，调工暗藏无报，违反政治献金法，将伊裁罚374万罚款。高雄公5579万3888块。当初郭文德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跳出来发冤枉，认为有错漏就爱保证，也不过煞遭到监察院的拒绝。第一次申报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会计师申报不实，那柯文哲本身是受害人。政治献金法有哪一条是可以拒绝当事人去申报补正的？前天监察院还在哭穷，可能他希望在开庭之前先应和，让法院有先入为主的看法吧。我相信这个，我们只能说他用心良苦。根据监察院报告中，违法项目包括募款演唱会售票，甲透过募款公司贩售竞选小物，合计4067万元的收入，调工暗藏无申报，也有虚报一笔收入，甲86笔无交易事实的支出。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智涵澄清，演唱会都是商业的演出，募款小物算是无可的营收，拢袂当算是政治现金。这个演唱会就是有用缴税，然后呢，娱乐税、营业税这些通通都有缴。都是依法申报的，就跟去出书的版税是一样的。监察院塔卡派克心也黑了，竟然会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政治现金。那我请问你，其他的政治人物出书，你要不要算成是政治现金？同样的标准，请问一下赖桑小铺、蔡英文前总统的小英商号是不是一体适用？要不要通通查起来？不查的话，你们就是俗辣。该罚、该缴交国库的，他们也都应当要来办理。我再次强调，没有人可以例外。台湾是法治国家。也很担忧，搭配监察院昨天公布的柯文哲政治献金案的调查结果，恐怕民众党对于监察院的攻击、诋毁也会越来越加剧。民众党化声监察院，敢是也用同款的标准查赖上小铺、小英商户，那无就是商标。
另外，立委强调，北京涉入调查时经画下案，呼吁民众党唔通当做会讲，看到乌影就开枪。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军中的纪律传出问题，即马总统赖清德呢是来宣布要恢复军事审判，外界就真烦恼，这人权可能就会受到阻碍。针对这个问题，总统表示讲，这当咧做兵的军人涉犯军事犯罪，才会用军事来审判，一般人是未受影响的。也若受到这个军事冤枉的家属，是希望讲会当定设军冤委员会，唔通互军事审判变作是救援兼裁判。请赖总统重视军约，请赖总统重视军约。军员的家属二早做伙出面，发声总统赖清德、国防部长郭立雄先设立军援委员会。赖总统进前宣布要恢复军事审判，引发外界烦恼，安怎保障军人的权益？加上国军当年就有霸凌甲自杀的问题，根据统计，最近5年国军自杀案件就有158件才济，已经有97个人死亡。台湾陪审团协会指出，这个案件共同点拢是死因不明。军员家属是投讲，过去军中的调查是救援兼裁判，历史真相沉入大海。我先生说，这13刀怎么会是自杀？叫他们解剖过后，他说。这是注意的，这那个什么，这哪有合理？明明我的孩子已经是被这个国家的政府机关的体系、官僚体系杀死，为了这一个国家。我还是要放下深仇大恨，解决国家的问题。马政府时期因为红中 Q 这案，2013年设立军援委员会，干那做1年以上涉案的宣告终止。对此，台湾陪审团协会草拟《军中人权保障甲军援救济条例》，要重启军援委员会。我们没有要取代检察官的调查权，但是我们要补充检察调查的不够的部分。协会表示，重启军援委员会甲过去无同，必须爱是独立的机关，有公正透明的审查机制，并且列入军援的家属、学者、专家，扩大受理军人替代役等申诉，有救济管道得到调查的支持。如果赖清德总统真的有这个意愿要推动军审法，请你先把累积可能已经到这么高的这些军冤案先处理完毕，并且公诸于世，让国家安全更加的重视。那一方面，对于相关的一些疫情包括冤狱的等等，也可以更确保他们的人权。我想这两者并行不悖。针对恢复军审，恐惊真歹兼顾人权，赖总统十九强调讲，唔是戒严。现有军人涉嫌犯军事犯罪才使用军审，一般民众未受影响。郭立雄是坦白讲，改革是大工程，会确保军事法定的独立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捷运石冈线今仔日开工啊，预计呢，在2032年就会当来完成。在地里长其实拢真期待这捷运呢，会当来改善实际的交通状况。即马为着要来减少时间的交通黑暗期，新北市府是升价这个石冈线的主干道，也就是吉林街加混跨，即马变作是16米。新中府地产开工势力。乌图代表开工。设置民生线在地化23年，经过800几3市甲交通部会商，分割做石冈线甲民生线各自推动了后，石冈线3月20开工动土，会加做串联北市基隆的关键捷运路线，预计2030年完工。上下班都非常塞，有捷运的话，交通便利的话，当然。开车的人就少，盼望这个捷运已经盼望20-30年了哈。现在汐止的人口数有涉及户口的将近21万多，那不在籍的也有5-6万了，加起来有27-8万。石冈线东边连接未来的基隆捷运，西边延伸台北捷运民生线，设有6座高架车站加1座机场，全线长度大约是5.56公里。路线经过内湖东湖站、往东沿道经过吉民街、东兴路、大同路、新大高路到设置区公所设置终点站。目前我们的汐东线全长大概5.56公里，有6座的高架车站及1座机场。那预计在2032年10月可以来实质完工。不过设置内湖路段本来就真太外界也关注，适当捷运施工期间的交通黑暗期安怎克服？在这段时间，我们不断在先期工程
能够先完成，就是希望冀东捷运在施作的过程当中，可以减少交通的黑暗期。那未来在整个交回计划，我们会不断的做好滚动式一个检讨。为了减少交通黑暗期影响，新北市府已经伫石塘线施工主要干道吉林街先施作道路拓宽工程，为完成6到8米拓宽到16米，希望维持原本交通的状况，减少施工期间的影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根据这教育部的统计，每天呢是有153万的学生来食学校的营养午餐。也毋过，其实各县市对这灶卡人员的编制、饭钱，甚至是补助款是拢无啥共款的。这调查立委就认为讲，应该就爱来设专法。这个会期起码已经有23个版本的草案，也让这行政院的版本煞因为在违法的限制，到今又未摕出来。学校中岛长的钱是家长纳，也是地方政府专业补贴。伫咧台湾是两种制度拢有。若发生食安事件的时阵，敢要禁用食材，嘛是交各地方决定。调查立委认为，就要设立专法来统一管理学校营养午餐的相关规范。是存在少部分的食材安全、营养不均、餐费落差的情况，也因此严重影响学生跟校园饮食的基本权益。调查立委提出23个版本的草案，针对实施的对象、中央甲地方的权责、相关人员的分工甲配置，也有营养教育等方面来规划。加入了在偏乡地区，政府要积极的推动学校饮食的相关补助之外，也应该将偏乡的居民纳入到这个服务的范围。教育部表示，2019年已经研议高中以下学校午餐甲饮食教育条例草案，经过这么多年的讨论，专法是适用12年国教的学生，无包括幼儿园。那去年11月20是已经甲教育部的版本送行政院，不过12月20因为在违法的修正，相关的补助就要回归地方负担，增加费用嘛要搁调测。所以你是要告诉我们，这么样一步可能可以推行的部分，我们要等到释宪完之后，才要重新来看看这个嘛。增加的费用跟现在负担的费用都必须重新厘清嘛。国民党立委无法度接受教育部以在违法修正做理由，批评讲这学校午餐的立法就是一直拢无进度。对立委一直问讲，当时会当有行政院的版本，教育部当然会当强调，事权的分配就要搁一项一项来厘清。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这抢钱，敢会抢了伤过分啊？这是有一个海客呢来干了抽奖。113年高雄市来举办税务特技队网络的抽奖活动，也毋过这得奖的名单煞出现真侪名姓拢相共的人，其中有一个姓平的民众呢，伊前后都有15个奖项。这调查局是查到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涉案，检方核实了后是以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予以用15万块来告报。中奖名单公告以后，我们就发现有疑似重复中奖的一个情势。那我们本处就研判，应该是有心人士以投机的一个方式来虚增会员的一个账号，来增加中奖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当初就主动联系，并且协请我们高雄市调处来介入调查。高雄市客厅处是来举办抽奖的活动，也毋过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所来软空芳注册2000多个小号，而且阁透过程式的控制，52个奖项就摕到44个奖。这个男性后来是有承认犯罪，也来调查局也来扩大清查。这几日甲人家着伤的彼得肯达去，伊未来到底是会安怎处理，变作是社会大家真爱讨论的话题。这动保法是规定讲，其实动物若针对公共安全有即个危险，而且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安尼是会当甲灭掉的。也毋过农业部所来表示讲，要是爱经过专业的评估，才来决定敢要领导处理。3年外前，伫台南安平查获154只走私品种鸟，全部安乐死，引起争议。因过徛伫防疫，农政单位表示不得已安尼做。即摆台北市比特犬 Lucky 两摆跳车窗咬人，也有人讨论敢是要安乐死。农业部表示，若攻击性的狗仔送入收容所，会有评估机制。各县市政府会组成专业的判定小组，看这只狗是不是具有那个行为矫正或是认领养的可能。
根据动保法，若动物对公共安全有随危险，严重影响公共安全，会当抬。敢是领导处理危险的狗仔，甲机关加特殊指出，会造成评核小组决定。也毋过，捌使用过攻击性的狗仔，驾驶怪走位狗仔，好在经费支持，互伊免抵安乐死。另外就是挑出来让它就是住套房，可能针对那一只狗要比较特别的一个照护，我们才会让它送养，要不然其实都会一直关在我们收容所那边，让我们同仁自己去照顾就好。吴秀仪认为，比特犬天性固执，一旦碰触发攻击性，即会加条白棒，就算要送养也爱审慎评估。如果真的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也好，或是这个教导也好，如果真的没有改善的迹象，我是觉得再放给一般人民认养的话，我觉得很危险。动保团体认为，冲突狗攻击的问题一直拢是出伫饲主的身上。会攻击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动物的错，而是人造成。而目前手上还持有的这些饲主，我们认为他们都应该要去上动物行为的课程，他们要非常清楚知道说他们要怎么样能够去管理这只动物。动保团体认为，宠物若攻击人，是无方适当理解行为，甲好好的教导服从甲稳定。认为只要善尽饲主责任，就无安乐死的问题。有攻击性的狗仔，拢无安乐死，也真歹防禁养，可能一生拢关伫收容所，成本由社会支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市长伊马莫鲁，伊受指控贪污，而且呢，搁来帮助恐怖组织。落尾这伊马莫鲁是互人家抓起来，也因为这伊马莫鲁伊是总统主要的竞争对手，所以在野就来批评，其实这回事件就是总统叫人去做的，所以有几啊千人上街头示威。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数千人聚集伫市政厅外口示威，抗议伊斯坦堡市长伊马莫鲁被指控涉嫌贪污甲帮助恐怖组织，去互拘留。伊马莫鲁夫人对民众大声喊，被拘留的唔仅仅是伊马莫鲁，也有1000大百万伊斯坦堡市民意志。伊所属的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领导人更加批评，这是对后任总统发动的政变企图。Dünden beri olan biten bir darbe girişimidir. 19 Mart darbe girişimidir. Kabullenirsek demokrasi ölür. İktidarın rakiplerini belirlediği gün demokrasimizin öldüğü gündür. 53岁伊马莫鲁面对支持率领先现任总统埃尔多安，被看作是真有竞争力的对手。土耳其后届总统大选定伫2028年举行，因为埃尔多安伫总统任期进前已经连任2届，达到宪法规定上限。若想要搁参选，就爱伫本届任期结束进前提前举行选举，也是受限。伫去年举行的全国7级选举中，埃尔多安遭遇到严重的失败。迄当时伊马莫鲁所属的政党伫土耳其各大城市取得大胜利，搁伫执政党正义发展党大本营得到胜利。共和人民党准备要伫最近几日正式提名伊作为埃尔多安总统大会的挑战者。土耳其司法部驳斥政变的讲法，讲无人会当超过法律之上，佢批评这是越权加自大。Tarafsız ve bağımsız yargının gerçekleştirmekte olduğu soruşturmaları farklı taraflara çekmek, darbe gibi ifadelerle nitelendirmek son derece tehlikeli ve yanlıştır. 即摆毒死行动进前，伊斯坦堡大学已透过虚假手段取消伊马莫鲁的学术文凭，这相当是剥夺参选总统的资格。学者分析，这个举动会造成土耳其甲欧盟关系进一步的恶化。Now the climate for such a broader new form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ope and Turkey will be very poisoned, will be very affected by what has just happened. 学者也指出，反对派可能推出另外一位候选人，支持者不满甲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转向这位候选人的身上。公视新闻邓慧仁编译。再来看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呢，因是15冬来第一届来执行死刑，用氮气，也就是激素，或者受刑人被喘气死亡。这届处决的是46岁犯人，转停19分钟，规身躯斑美死亡。一个46岁死刑犯小伙夫马复发啦。
这是路易斯安那州15年来头一届执行死刑，嘛是头一届使用氮气袂喘气的这个方式行刑。不过，在执行进程出现争议。小霍夫曼的律师认为讲，这种执行死刑的方式违反第8修正案禁止残忍甲无使用电话的规定，嘛剥夺受刑人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过，美国最高法院将其尾以5-4的结果决定不介入这个案件，让死刑会当如期执行。执行前一天，一定反对死刑的人士在监狱外口告密。It is suffocation by nitrogen hypoxia, and it is very painful. And Jesse Hoffman, as a Buddhist, as part of his spiritual practice, does breath work.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新闻报道，小霍夫曼在执行死刑进前，拒绝食上尾一顿，嘛无发表任何声明。看到死刑过程的一个证人讲，有看到小霍夫曼昏死咧喘。路易斯安那州的官员讲，这种死刑的过程袂痛，嘛无问题，而且嘛是还予受害者甲家属一个公道。Nitrogen gas began to flow at approximately 6:21 p.m. and flowed for approximately 19 minutes. Molly was brutally and mercilessly raped and murdered. She was only 28 years old. Tonight, justice was served for Molly Elliott. 小霍夫曼因为1996年在纽奥良犯谋杀罪去用判死刑，受害者是苏当时28岁的玛丽莫莉艾略特，伊是一个广告公司的高层。案件发生的时阵，小霍夫曼刚18岁，后续就让红关押伫咧路易斯安那州州立监狱。在小霍夫曼担起死刑执行进程，全美国敢若有过4届。州检察长表示，这个州今年会有4个死刑犯会伏法。公司新闻黄文亮编译。再来看咱国防大学理工学院的教授郭明德，互人检举涉嫌开龙头的公司，而且呢，甲中国来合作诈领研究经费。检方甲这郭明德列做是被告，包括伊在内呢3个被告是以5万甲3万块来交保。目前是还未查到因申请的研发专利，甲这个国防秘密到底敢有关系？您是葛教授吗？半暝包夹目睭睭，国防大学理工学院的教授郭明德涉嫌诈领研究经费，伫2早饭店台北市调处人员的陪同之下，先进入桃园地检署，随落来公司的负责人甲贵家也拢接受到案。民众普遍认为，因安尼真唔通。应该是要更谨言慎行，没有错啦。所以做到教授这种等级的时候，应该是不能出卖国家吧？当然不行了，对。怎么说？反正就是做违法了。国防大学教授郭明德主持先进系统工程研究中心，自2023年发表出技术涉嫌真济条机密敏感的研究计划，私下开公司甲中国的技术合作，甚至涉嫌诈领研究经费，甲资金投入家己的公司。苏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邱国正指出，这是重大的疏失，国防部应该检讨。因若桃检伫接到检举了后，指挥台北市调查处侦办，超被告办公室甲研究室等5个所在，通知被告3个人、证人7个人，由台北市调查处审问了后，移送地检署复讯。葛姓被告诈欺等案件，经检察官讯问后，以5万元拒保。至于被告申请专利部分，经初步调查，尚未查得专利申请涉及的研发计划与国防秘密有关。地检署表示，经过检察官审问了后，姓甲的被告等3个人涉嫌诈欺等罪嫌，姓甲的甲姓张的被告分别是拒保5万块，姓廖的被告3万块。经过初步的调查，还未查到专利申请、牵连的研发计划甲国防的秘密有关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又搁有诈骗啊！这是台东的关山呢，有一个女性伫咧面册熟悉一个讲做是马来西亚来的姓陈的查甫人，2个人伫咧网络行斗阵。另外呢，这个男方是讲伊家己出车祸需要3万块，这女方一个听到就赶要去甲汇钱，加在落尾是互警方甲查掉咧。另外最近也传出有人用赖的这个小号甲人偷去借，而且呢搁四界来借钱，这警方是呼吁民众千万要小心。20早起，台东县关山邮局一名女子着急要到柜台汇款，不过柜台人员发现口座有问题，通知警方来处理。警方询问了后，发现女子是伫网络熟悉马来西亚籍有钱的虚拟查甫朋友，因为伫台北发生车祸急需要3万，就用赖请女子汇款。好佳在互警方1句话成功阻止。你看，平常都开豪车，那怎么可能还要跟您借3万块？所幸陈女汇款时邮局行员机警察觉收款账户有异，并通报本所。经员警耐心说明，陈女才瞬间清醒。
最近台东的民粹社群也流传有人赖口子，因为家己抢无票选，风头用，拢是问朋友敢有咧无行，所以对话中拢讲急需要用钱，爱对方汇3万，还是5万的小额汇款，而且也真正有人哄骗。讯息发出去了之后呢，马上就有一个同事说，他已经转汇了5万元。警方呼吁民众诈骗行为多样化，拢爱多方面查证，避免个人资讯风头体用来诈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强化台湾防灾的能力，在内政部已经培训4万外的民众来做防灾师。即马嘛规划要招计程车司机，也有公务的管理员也做回来做防灾师。目标是今年要增加到10万的人。也毋过，其实计程车团体是讲，因到今呢对这政府的规划拢无啥清楚，而且做这防灾师到底为虾米好康嘛毋知，上课意愿其实无啥够。学安怎做 CPR 替受伤的人指挥，为了强化社会防灾韧性，内政部为2018年到达，已经培训4万外的民众学习急救、避难、救援的知识，成做防灾师。内政部即阵按算要招计程车司机、公寓大厦管理人员接受训练，也成做防灾师。目标是今年会当增加到10万人。主要是考量说，因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他涉及平常我们公益大厦大楼的公共事务管理，所以他如果学习这个防灾的教育技能的知能的提升之后，他可以在公共事务上去面对他的住户，他可以去协助他们，或是教育他们这样子。那计程车司机是主要在于它的一些全台的普及性。台北市客运车职业工会认为，政府要甲规划交代清楚，互因较了解整体规划要做啥，要安怎做，要无因对规件代志拢无啥啥。另外，因为防灾师的训练需要2天的培训时间，工会讲，政府若无提出诱因，可能无司机愿意拨时间去上课。我根本就唔知讲伊要做的代志是啥，还是讲我摕到这个防灾师，我到底有啥物好处？还是讲我到底在做什么代志，我拢唔知。变讲你一定要用鼓励的方式嘛。啊，你鼓励的方式到底是偌济？你讲下清楚啊！啊，无社会大家拢去讲，我下摆内政部要叫计程车司机，计程车司机会惊呢？你是要甲我强制，还是要安怎？我们没有强制他去受防灾师的训练啊，不过我们有协同交通部还有一些计程车的主管机关跟工会来持续做沟通。就是说，看有没有什么诱因，让他们可以来投入防灾教育这一块。消防署强调，并无强制一定爱参加，也不会强制要求一定爱参加什么任务。也解说讲，主要是因为考虑台湾地动济、风台也济，内政部希望透过鼓励培训防灾师，扩大全面应变救灾的能力，通伫灾害发生的时自救，也帮助身躯边的人，增加台湾防灾韧性。记者郭郑准由新北报道。受到去年这风台的影响，其实真侪果子呢，这收成拢真歹。毋过嘛，因为安尼，这台南关庙的往来颠倒变做是真抢市的果子，即嘛当咧大出，毋但俗，而且佫真甜，产地已经卖甲欠货。这大底往来田，过几工仔就当采收，一粒一粒把水的金酸往来当着时，今年特别抢市。啊，问题就是去年风台的大水灾害产生起来，因往来算断开果子啊，伊的产量即嘛是加，就是迄阵拢受到影响啊。主要是因为台湾去年秋天受到过来的风台影响，得使目前国内一寡当着时的果子，亲像菠萝、金桔产量减少，即阵拢贵松松。往来即马当着时价销相对较俗，品质也袂歹，真侪民众来买。香蕉也比较贵。所以那个会考虑说，现在正要准备盛产的凤梨嘛，凤梨现在很便宜哦，对，可以，凤梨不错，凤梨很好吃。莲雾啦、枣子啊、芭乐啊、香蕉啊，都比较贵。南台湾比较主要的都有啊。凤梨是今麦较开始丢时啊，丢时的量比较多，就好吃，大家能够接受。即马牧业商要继续咧销国内外市场需求量真大，往来要未采收就已经有销路，库龙溪运销作业也暂时延后。因为有屏东那边外销跟国内市场的需求，所以今年的凤梨的需求量很大，价格有稍微提高。问题农会现在是要看品质，品质如果不错的话，我们会进行开始那个收购。本来受到去年风台甲后续天气影响，即阵价销较悬。不过，续来5月以后会陆续采收，价销也会调整。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这徛琴水鸡，过去呢，互人认定是日本来的物种，也毋过即马呢，经过台师大也有农业部的研究，证明这徛琴水鸡就是台湾的特有种，所以甲号名叫做稀蹄徛琴水鸡。这数量真少，咧要断种啊！即马全球剩无1000只。台湾的叫声。叫声又搁急又搁悬，对比琉球徛琴水鸡叫甲慢搁加。台湾徛琴水鸡40年来身份不明，和五人组甲石环岛、搁有西表岛的琉球徛琴水鸡相共，但好证明是独立的物种，搁甲伊号名做稀蹄琴水鸡。另外也号名拉丁的学名来表彰陈世宏教授头一届发现。我在莲花池那边就听到，这一个奇怪的这个声音，应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物，就抓了几只啊，然后就当做这个标本来记录啊。因为台湾的这个物种其实非常非常小，大腿的斑块的数目是不太一样的，手比较长啊，腿比较长啊，然后五官比较狭小啊，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发现说两个东西它其实差蛮多的。伊的形亲像北斑水鸡，毋过体型较细。台湾敢若南投县稀蹄乡有2个族群，因为台湾甲琉球2个所在距离非常远。经过遗传上的鉴定，台师大生命科学系团队发现2大的徛琴水鸡已经有明显的遗传分化，和台湾的特有种水鸡类数量搁加1种。保育行动真要紧，毋过未来生态地可能面对无定期的火灾、外来种的入侵、日月潭四边的土地开发等等暗中的危机。2012年的时候呢，鱼池那边发生了大火，那烧了4天，距离当时的树青蛙栖地，也就是现在的鱼池青蛙栖地，其实只有4-5公里而已。其实它就会有一致性的突然大灾害，导致整个族群灭绝的一个危机。根据2024年台湾两栖类红皮书名录，甲琉球徛琴水鸡拆分类进前的台湾徛琴水鸡，已经获评做国家极危的类别。目前农业部、林业甲自然保育署等相关的单位已经积极投入保育的行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全国的 NGO 环境会议呢，今年是头一摆去到南部来举办。这2天在高雄的马头山是有真侪环保团体来到位，因为这马头山当地呢受废弃物污染，也有水资源等等的问题。环保团体是希望讲伫当地会当来成立马头山国家自然公园。环保团体强调讲，这马头山呢是有事业废弃物的问题，而且这又阁是高雄的水源，所以正需要保护。今年上届重要的诉求之一，就是希望会当成立马头山国家自然公园。这摆的环境会议会来收集各地的环境的提案，预计伫4月10这个地球日天，就会扎入去到总统府。另外，咱要来看这宜兰的乌石港甲运动公园附近呢，出现30层的这个大楼。县政府来启动视觉景观敏感地区的研究，针对这风景区的建筑高度提出规范，当然这造型甲色水也有规定，希望会当真做是都市计划的一部分，来维护宜兰的风景。今日宜兰头城乌石港，当看到是栋30层楼高的建筑物，都位于南洋博物馆边仔真插目。这栋建筑物互外界集齐，破坏当地景观。县府就安尼，最近几年启动视觉景观敏感地区研究，第一阶段就选定乌石港甲罗东林业文化园区，针对建筑物的高度、色水甲造型，提出限制规范，达到都市计划。针对龙潭湖、大湖，也是做视觉敏感区的一个规划。这个后续也会纳到我们都市计划做一个规定。另外，第二阶段，县政府评估县内景点，选择龙潭湖甲大湖风景区做视觉景观研究。针对于当地林湖第一排建筑，互因在公尺的限悬，离湖愈远的地区建筑就会提升。相关会当达到38公尺，毋嘛互当地建筑用伫湖壁景观中，毋通阁出现插目的建筑，民众多数也认同这款的措施。景观是若伫山边啊，是3摆去砸着这个景色就无要紧。不要紧，安尼。限高啊？对，是。应该有需要吧？有需要这样子。如果太高，可能对整个景色可能会有点破坏吧。县政府表示，第二阶段研究完成了后，也会纳入当地都市计划规定内。县内风景区的建设属于公共财，毋忙接到研究案，和建筑物会当甲风景互相搭配。后手也会继续经出宜兰景点研究，避免插目的建筑佫出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健康的消息来看，这世界卫生组织甲 BMI 超过40的人认定是病态性的大考。咱的国健署统计，其实咱国内呢19岁以上的人，每2个人当中都有1个人上届大考啊。政府是针对病态性的大考，甲纳入健保的给付，有医生替这的患者来做微缩式的手术，帮助患者赶紧瘦下来。到今天早上呢，已经瘦了36公斤。36岁王小姐分享家己对100公斤瘦到64公斤的成果。伊讲大考互伊的生活真无方便，常常无法度喘气，规工嘛拢无啥物精神。后来伊决定去做所谓胃肠息肉的手术，手术了后胃口变细，真紧就瘦落来啊。以前就是可以吃很多，但是现在的量已经就是可能一个便当是吃不完的，那个饮食费也减少了不少。替王小姐做手术的医生表示，伊是透过达文西手术，甲机器手骨用来做手术，和英国传统的人工手术比起来，除了较整较以外，病人嘛较袂痛。为着要帮助甲王小姐同款，因为破病才变大考的患者，政府伫咧去年9月份已经甲机器人手骨纳入健保，等于是政府有补助一半的金额。对，传统的费用真的是蛮高啊，因为传统费用手术费没有纳入健保，然后再加上机器手臂还有基本的耗材，现在大概就只要付达文西机械手臂的耗材费用就可以，可以说将近几乎少50%哦。除了伫咧去年纳入健保，政府嘛伫咧2020年降低手术的标准，只要 BMI 超过37.5，也是 BMI 超过32.5，而且有高风险疾病患者，拢会当符合健保补贴的条件。医生嘛警告讲，若准病态性大考无去治疗，得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各癌症的风险拢会提悬。也若手术了后，医生嘛提醒爱配合食食和运动，才会当继续保持健康。记者第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这校园的导护老师因徛伫咧路人的这个安全问题，到底是爱由啥人来负责？其实到达要无一个讲法。公民团体今仔日举办记者会，呼吁相关单位来检讨导护制度，来定出教育训练也有配套的措施。导护老师协助学生过大路，结果互弄红灯的车弄飞。这是2023年发生伫高雄一间学校的交通事件，所凸显导护权益保障的问题。至少要给合理的训练、安全的保障，至少要有足够的保险，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譬如说你完全失能的时候，其实学校是没有能力给付的。那最后一件事就是法律的保障。我曾经接过成绩，他一整个学期都在站导护，也就是他说他的工作时期每天都在处于一个过劳的状况。那其实这个也有一点涉及职场霸凌。公民团体认为，参考英美等国的导护工作，拢是由有薪水的专业人员执行。日本是由退休的人士担任，虽然模式无同，不过拢是受过标准化的专业训练。台湾煞是各县市自行办理，课程内容无要求。问题提出建议啦哈，那当然也希望我们的交通环境事实上是可以改善，可是有些地方还是需要导护的人力。立委认为，导护工作爱落实降低伤亡，应该爱有明确教育训练，要求相关单位并定导护的权益保障制度，订定教育训练课程，互导护知影交通法规，会当紧急应变，降低可能发生的交通伤害意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的中正甲5号一个5车路口呢，有4条斑马线，其中1条是有42公尺半遐尔长。虽然讲这交通局是有设定过路人灯号提早开15秒，也毋过其实因为这路上介大条啊，所以常常行到一半这车顶就过啊。交通局是讲后手呢是会来看车的流量来调整车顶的秒数。车顶一道，民众顺着斑马线赶紧要通过路口，不过行到一半，奥多麦就冲出来，若无要烧尿，甚至搁骑喇叭催人紧行，安尼状况定出现。连接中正5号路的这条斑马线有42.5公尺长，就算用路人的车顶已经提早15秒，也是会袂赴行到对面，因为等要我去5号路的车就变车顶，民众讲，逐摆若是行伫顶管，拢会心惊惊。走到中间来，然后秒数刚好时间刚好到了，然后车子就要骑过来了。这样就比较危险。今年也预计在林雅区中正路与福路口增设车不停让行人科技执法设备。最源头的考驾照或者是骑车开车的习惯，而不单纯是靠强力的执法去。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执法好像也没有做得很，你真的要执法，你也没有很确实。
为着解决奥多摆无要烧尿，交通大队要设科技执法，民众认为也是爱对交通教育做起。另外，交通局也强调，针对车辆顶标数的问题，后续会看车流量来调整。认为中正5福这个5车路口较复杂，所以毛伫咧研究未来可能会和奥多摆去到和平路才会当倒关。也在研议中正路东往西方向，我们增设机车指引标志，引导机车骑士改道至中正和平路口，再进行2段式左转。那以改善整个路口的一个交通秩序，来提升行人的安全。除了车顶标数爱调整以外，这个路口也有不少问题。亲像斑马线已经刷过，但是用路人的号志却无对咧刷，民众唔知要看到，就对车辆顶直直行去。另外，有民众贪方便，唔愿行斑马线过路，就乌白切。种种的现象也需要相关单位进一步的研究改善。记者柯家做赵阳、高雄昌报道。来看这法国的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在1795年成立到今，其实已经有230档的历史啊。这学校内底呢，是有甲100多种语言，嘛包括咱的台语在内。台湾的老师老等角踮遐开课，希望会当透过台湾的文化甲语言等等，让愈侪人会当来了解台湾。今仔日是几号？好啦。Ça nous permet d'entendre comme c'est le premier temps et le 7e temps. D'accord? Encore une fois. 3, 4. 老师透过音乐关键音的概念来讲，让法国学生了解台语声调。法国音乐高成立到今已经有230年的历史，真侪外交官拢是对这毕业。自从2020年老丁角伫这正式开台语课，也进一步带动法国的学生对台湾有兴趣，甚至到台湾读册。这门课嘛，互伫咧法国大汉的台湾囡仔有学台语的所在。Et il nous apprend aussi quelques phrases qu'on peut utiliser une fois qu'on sera à Taïwan, comme dire que quelque chose est trop cher ou que tu t'appelles comment. Ce sont des phrases qu'on pourra utiliser et que j'utiliserai la prochaine fois que j'irai à Taïwan. 除了和爸爸妈妈会当讲台语，我嘛无会晓讲台语的朋友，所以我真欢喜会当伫老师的课讲台语。另外，老店家嘛表示，为着要争取台湾伫国际发声的空间，伊伫因那个进一步成立台湾学研究。伊认为这嘛是一种民间外交，希望促进外国人对台湾的了解，来突破咱伫个国际上的困境。老实讲，其实因对台湾的了解真正真少吼，这嘛是普遍伫法国的一个问题啦。会当开台湾学，甲党府其实开始做合作，渐渐，因为我嘛是透过语言的课、文化的课，甲这个活动。其实，互无共款、无了解台湾的同事，会当知影讲，原来台湾是安尼哦。伫咧法国巴黎，用台语来做生活化的对话练习，嘛用文化互学生了解台湾。伫咧因那个已经带灭第5年的老店家老师，希望伫咧这个所在，透过台湾的语言、文化也个历史，伫遮点指，互愈侪人了解台湾。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林秀凯伫咧巴黎的采访报道。咱拢知影讲，这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先人拍拼来的。这纪录片的导演曾基杰自2002年筹备翕民主之眼的纪录片，透过1980年代这摄影记者的镜头来呈现台湾民主的脚力。这组片是分做3部分，第一部破茧是咧讲戒严到改严的故事，今仔日伫台北科技大学来放送。可以二八事件讲起来。迄个屠杀，所以讲这个物件，我会感觉我有这责任伫，所以我一直要甲这个物件，该做一个完成。用黑白相片展现过去228迄段历史的伤痕。这支纪录片《民主之眼》一开始用摄影家潘小杰的观察甲影像来描述台湾伫白色恐怖时代的社会气氛。纪录片透过1980年代摄影记者的镜头现场观察，来呈现台湾社会走向民主的过程。嘛希望讲，这纪录片会当传予咱后代，甚至会当送去国际。互全世界人知影讲，台湾民主这个过程吼是无简单、无容易的。嘛希望国际会当挺咱台湾，知影咱台湾这么打拼、这么努力。民主之眼分做3部曲，分别是破茧、桃园、中声。
用过去和现代影像描述台湾社会运动、政治冲突、人民为自由奋斗的过程，摆是伫北科大放送第一部曲破茧，呈现台湾对戒严到解严的时期。北科大教授也表示，即摆学生虽然知影过去的这段历史，不过对少年人来讲，感觉离真远，希望透过纪录片，让少年人看到民主的痕迹。这历史好像又有点遥远，所以其实透过今天这部影片的放映，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个跨世代关于台湾民主历程的历史的传承的意义。纪录片导演郑伊杰也表示，15年前就有翕这出纪录片的想法，对2022年开始制作到最近才完成。过程中看到摄影家一个拢有会啊，让伊发觉纪录片真正爱抢时间紧做。伊讲未来办理正式的放映会，也希望会当组织社会力量，让纪录片入去到校园放送。目前也有规划翻译做国际版，把台湾走向民主的重要分野传到世界。记者刘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如何？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15度到20度，中部地区是14度到24度，南部地区18度到24度。东部地区是15度到19度。以上就是这则下晡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父亲，阿娘要看网甲，袂用紧，煞煞去啦，你会使转去别台啊。你有要去约会无？